学要怀上孩子多。你妈没来，等你妈来吧，就一个人在家里。到时候再给你做饭，多好的。你那孩子现在外面干啥的？打乒乓球的。在他奶奶家的。啊？在他奶奶家。奶奶家里。我这奶奶关系好了吧？好。好了。人家一看这孩子多好。快。昨天他妈特朗普，美国开那个船不是个大会的，还进去一个人一个，打的美国是好的。别乱说话。不用说话，看了吧？中共开大会的，差点把他打死了。打伤了一个。几点了？几点了？6点45。7点回吧。